位弟兄姊妹、慕道朋友，主日平安。各位弟兄姊妹、慕道朋友，主日平安。大家看我今天有什麼變化沒有？大家睇下傳道今日有咩變化？西服沒穿哈。太冇着西裝，太熱啦。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感到沒感到熱哈。唔知今日大家有冇感受到熱呢？我想可能不是天氣熱，來敬拜神的心裡熱。唔係天氣熱啦，係嚟敬拜神嘅心裏邊熱。特別高興張梅姊妹回到我們中間哈。特別高興張梅姊妹嚟到我哋中間。據說離開我們6年了哈。離開我哋6年咯喎。我還真的是沒有見過。好，我們真的是很高興，新老朋友還有弟兄姊妹一起來敬拜神。非常高興新老朋友弟兄姊妹一齊嚟敬拜神。好，我們一起彼此問候一下，上帝愛我們。我哋彼此問候下，上帝愛我。上帝愛我們。其實我在信仰的路程當中其實我喺信仰嘅路程當中呢，一路上見到很多人是決志信主的。一路上見到好多人決志信主嘅。我們現在也正在做一個受洗前的培訓嘛。我哋而家做緊一個係受洗前嘅培訓。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受洗以後呢，我亦都睇到好多人受洗咗之後呢，生活並沒有因此變得一帆風順。生活並冇因此變得一帆風順。但是我也來回反覆想這個問題。我亦都來回反覆諗呢個問題。其實我們信仰並不是讓我們生命變得一帆風順。其實我哋嘅信仰並唔係令到我嘅生命變得一帆風順，而是能勝過苦難，而係能夠勝過苦難。我前一段時間靈修的時候，上段時間我靈修嘅時候，我真的也問過神，我真係仲問過神啊，為什麼會有很多人受洗以後反而碰到了很多很難的事兒？點解好多人有啲人受洗咗之後反而遇到咗好多好難嘅事呢？而且是剛受洗以後就碰上了，而且啱啱受洗之後就遇到咗啦。咱們教會如果是在這時間長比較時間長，認識一位叫炮弟兄的。各位喺呢個教會時間比較長嘅弟兄姊妹咧，會認識一個叫做 Paul 嘅弟兄。然後他去當兵去了。佢去咗當兵啦。他來這兒就是我帶他決志的。佢嚟呢度就係我帶佢決志嘅。然後就受洗了。就受洗啦。受洗2個月以後呢，那個當時是好像歐牧師吧。受洗2個月之後咧，當時仲係歐牧師喺呢度。歐牧師說：你看你受洗2個月做見證吧。你受洗咗2個月咯喎，歐牧師就話你嚟做個見證啦。然後他見證上面第一句話說：佢見證嗰時第一句説話就講：自從我受洗以後就開始倒霉。自從我受洗咗之後就開始倒霉啦。好像什麼事兒都不順利。好似樣樣都唔順嘅。但是他說呢，那我就不知道怎麼着，我就禱告吧。都唔知點算啊，咁就禱告啦。禱告好像沒用似的呀。禱告好似又冇乜用喎。其實我們生命中經常碰到。其實我哋生命裏邊經常碰到咁嘅問題喎。基督徒不會說沒有苦難。基督徒並唔會話冇咗苦難。我真的是靈修中問神，我怎麼去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解答呢個問題？咁我禱告裏邊就喺度靈修嗰時就問神啦，我點樣同啲弟兄姊妹解答呢個問題啊？其實這個問題答案很簡單。其實呢個問題嘅答案好簡單。神並冇挪去苦難，但係俾咗你能力勝過苦難。然後前一段時間有位董友弟兄，上段時間有位董友弟兄跟住我來了三次嘛。跟住我嚟咗3次㗎啦。他現在已經回國了。而家佢返咗中國啦。然後他就問我一個問題啊。然之後佢就問我一個問題喎。他也受洗10多年。佢都受洗咗10幾年啦。就是你們都說神對你們說。你個個都講話神對你講，為什麼神不對我說？點解神就唔對我講呢？然後我就帶他去靈修嘛。咁我就帶佢靈修啦。帶他去回憶認識主的這一段時間。就帶住佢回憶認識主嘅呢段時間。他是2015年受洗的。佢2015年受洗嘅。結果2016年就得了鼻咽癌。就係2016年就得咗鼻咽癌，而且仲好重。他做公司的嘛。佢做公司㗎嘛。當時真的他把公司都交給別人。當時佢已經將公司都交咗俾其他人。當時我哋還是合夥人嘛。當時我哋2個仲係合夥人添。美國公司我不管了，全給你了。佢話係美國公司我唔理啦，全部俾晒你啦。命都要沒了嘛。反正都常咗冇命啦嘛。然後他說他去做化療。佢話佢講去做化療。我說我不太清楚這個過程啊。講真嘅，我都唔清楚呢個過程。之前要做一個什麼掃描。之前要做一個咩掃描喎？他掃描那陣兒，他上去是非常緊張。佢掃描嗰時候咧，佢瞓上嗰時好緊張。他說：可是就掃描之前呢，有一個好像一個光打在他腦袋上。掃描之前咧，好似有個光打喺個頭頂喎。他可能是閉眼狀態。可能佢閉埋眼㗎嘛當時。他感覺就是一十字架。
佢感覺就係一個十字架。然後他就跟我說，那一瞬間呢，他就感到特別的心裏踏實。咁嗰一瞬間咧，佢就感覺心裏面特別踏實啦。然後我就說，神怎麼沒對你說話？我就同佢講啦，神邊會話唔同你講話咧？神就是通過這樣的一個意象，讓你心裏開始平安。神就通過咁嘅意象，讓你嘅心覺得平安。然後他一回憶，對呀，好像是這樣啊。佢一諗下，咦，好似又係喎，真係咁樣樣喎。他說他原來認識錯了。佢講佢原來認識係錯嘅。原來他以為神對他說話。佢原先認為神要對佢講話。神就變成一個人坐在他對面。神就會變成一個人坐喺佢對面。跟他面對面說話。同佢面對面咁講嘢。其實神說話不是這樣。但係神講嘢話唔係咁話。透過一個聖經的感動。可能透過一個聖經嘅感動。透過一句講道的話語。透過一句講道嘅話語。甚至可能通過一首讚美詩歌讓你感動。或者係通過一首讚美詩讓你感動。都可能在對你說話。都可能喺度對你講話。然後他把這個打開以後。佢將呢個打開之後。然後我就帶他梳理。然之後我就帶住佢梳理啦。生命中竟然找到8個時間，神對他說話。佢竟然找到喺生命裏邊有8個時間，神係對住佢講話嘅。最後也在我們這兒分享過一次。佢亦都喺我哋呢度分享過一次。不是神不對我說話。唔係神冇對我講話。是我自己太麻木。而係自己太過麻木啊。所以其實神對我們說話。其實神對我哋講話。而且他總結出來，我們倆一起總結。咁我哋兩個一齊總結。他說我得這個癌症。我得呢個癌症。根本就不是因為我信主的原因。根本就唔係因為我信主嘅緣故。剛受洗沒多長時間就得癌症了。啱啱檢查出來了。啱啱受洗無耐就檢查出癌症啦。他這並不是我受洗才得這個癌症。正唔係話因為我受洗先至得呢個癌症。但係佢說受洗成為基督徒，讓我度過了這個苦難。而係受洗讓我成為基督徒，讓我度過咗呢個苦難。其實我突然才明白。其實我突然間先明白。其實我們成為一個基督的門徒。其實我哋成為一個基督嘅門徒。就是在這個人生風浪中有勝過風浪的能力。就喺呢個人生嘅風浪裏邊有勝過風浪嘅能力。我們今天看這段經文。我哋今日嚟睇呢段經文。也是一群人。亦都係一群人。遇到一個大的風浪。遇到一個大嘅風浪。真實的風浪啊。嗰個係真實嘅風浪啊。遇到神對他說：是我，不要怕。見到神同佢講話係我，唔使驚。我們一起來熟悉這經文。我哋一齊嚟熟悉呢段經文。然後還是大家在腦子裏開始默默地構建這個圖像啊。而且大家喺腦裏邊咧就慢慢咁樣嚟構建呢個圖像。我盼望你把自己構建成基督的門徒。我希望你哋將自己想象成係基督嘅門徒。然後看看這些事發生以後對你是什麼樣的感動。咁啊，睇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對你係點樣嘅感動啊？我來讀雙數節，你們讀單數節。全部讀雙數節，我哋讀單數節。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，就說：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。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迫他作王，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門徒下海邊去，上了船，要過海往迦百農去。天已經黑了，耶穌還未來到他們那裏。忽然狂風大作，海就翻騰起來。門徒搖櫓，約行了10多里多路，看見耶穌在海面行走，漸漸近了船，他們就害怕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是我，不要怕。門徒就喜歡接他上船，船立時到了他們想要去的地方。好，我們一起來禱告。我哋一齊嚟禱告。上帝，我們的阿爸父。上帝，我哋嘅阿爸父。我們的人生有風有雨。我哋嘅人生有風有雨。也經常行走在海浪之上。亦經常行走喺海浪之上。但神，你知道我們的困境。但神，你知道我哋嘅困境。你也知道我們內心所思。你哋亦都知道我哋內心所思。我們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。我哋面對呢個世界嘅時候。有疑惑。有疑惑。不解。不解。也有恐懼。亦都有恐懼。但是感謝神，你對我們說。但係感謝神，你對我哋講。不要怕。唔好怕。感謝你伴隨我們走過人生的風浪。感謝你伴隨我哋走過人生嘅風浪。走在永恆的道路之
上。我哋行喺永恆嘅道路之感上。謝你的恩典與榮耀。感謝你嘅恩典與榮耀。願恩典與榮耀與我們同在。願恩典與榮耀與我哋同在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。阿門。阿門。好，這個故事發生在加利利海旁邊。呢個故事發生喺加利利海嘅旁邊。對，就加利利海。呢個就加利利海啊。其實是一個內陸的湖。其實係一個內陸湖嚟嘅。就是因為它面積大，所以給稱之為海。因為面積大啊嘛，所以就嗌佢做海啦。就是從這樣橫渡過來。咁樣橫渡過嚟咧？大概有13公里左右。大概13公里咁多。就是13公里，大家可以構建一下，大概有7、8個邁吧。啊，13公里諗下應該7、8 mile 啦。這個縱向那就更長了。啊，縱向就更加長啦。橫向大概是大概7、8個邁。啊，橫渡嘅話大概7、8海里，7、8英里。然後我們看看這個故事的背景哈。我哋睇下故事嘅背景咧。就耶穌基督剛行了一個神蹟。耶穌基督啱啱行咗個神蹟喎。用5餅2魚餵飽了5000人。用咗5餅2魚餵飽咗5000人。5000個男人。係5000個男人聚集在一起。聚集喺一齊。沒有說是兒童和孩子。冇講兒童同孩子喎。也沒有說這個有婦女。亦都冇講有婦女喎。那肯定是一家一家的人嘛。啊，肯定係一家一家人喎。就是5000成年男子。就有5000嘅成年男子。那就整個聚集大概應該是有2萬人左右。整個聚集大概就2萬人左右。耶穌給他們佈道。耶穌同佢哋佈道。講天國的道理。講天國嘅道理。當然也醫病趕鬼。當然亦都係有醫病趕鬼啦。其實這個真的是，就放在今天也是個大型佈道會啊。啊，放喺今日都係一個大型佈道會啊。我到目前為止，我參加最大的佈道會就3、4千人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參加過最大嘅佈道會都係3、4千人。我還沒有見過2萬人的佈道會。我仲未見到過2萬人嘅佈道會啊。所以這個2萬人，那是一個大型佈道會了。我呢個2萬人嘅係大型佈道會啦。耶穌在這裡治病趕鬼。耶穌喺嗰度醫病趕鬼。然後還要給他們講天國的道理。仲要同佢哋講天國嘅道理。講完了以後，這些人都沒散去。講完之後，呢啲人都冇散去喎。耶穌用5個餅2條魚。耶穌用5個餅2條魚。竟然把這2萬人都餵飽了。竟然將呢2萬人都餵飽啦。絕對大的一個神蹟，對不對？絕對大家嘅神蹟，啱唔啱啊？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在其中。啊，真係唔知道，如果你喺其中咧，你第一個想法是什麼？你第一個諗法係乜嘢咧？如果你也吃到這個餅，吃到這個魚了。如果你又食咗呢個餅，亦都食到呢條魚啦。你會什麼想法？你會點諗啊？神蹟。啊，神蹟。啊，還有什麼想法呢？仲耶穌啊，耶穌就是基督。我們今天是想的，對，說的是真的挺好。講嘅真係好。因為那些人也說，這真是那個先知。啊，嗰啲人喺度講話，呢個真係嗰個先知啊。因為摩西就說了，他們的就是說帶他們出埃及那摩西領袖。啊，喺帶佢哋出埃及嘅摩西當時有講過嘅。那摩西行了10大神蹟。摩西行咗10大神蹟。然後當然依靠神嘛。當然依靠神啦。然後他就說過。佢就講過。他臨死之前說。佢臨死之前講嘅。後來一定有個先知興起。佢話以後咧一定有個先知興起。像我。好似我一樣。可以行大神蹟的。可以行大神蹟嘅。他們說：，這個真是那個先知。所以啲猶太人嗰時猶太人就講啦，呢個真係嗰個先知啦。高高興興吃完了。好開心心食完咯。那個摩西行了神蹟以後。嗰個摩西行咗神蹟之後。是我們的王。係我哋嘅王。所以呢個耶穌行了神蹟。所以耶穌行咗神蹟。他也得做我們的王。佢亦都要做我哋嘅王啦。跟摩西不太一樣啊。同摩西唔一樣啊。摩西是神差派的。摩西係神差派嚟嘅。這是眾人要強逼他做王。呢度咧就眾人要強迫佢做王。如果有這麼大有能力的一個人到我們教會。我諗下咧，有咁大有能力嘅人嚟到我哋教會。我第一個反應是。我第一個反應係。一定想辦法留在教會。一定要諗辦法將佢留喺教會裏邊。做我們教會領袖。做我哋教會領袖。那多好啊！幾好啊！對吧？係咪啊？我想大家都有。我諗大家都有咁嘅諗法啦。同樣大家想強逼他做王。同樣嘅嗰班人都想強迫佢做耶穌做王。覺得耶穌有這麼大能力。
覺得耶穌有咁大能力，然後又這麼能講道，又咁樣能夠講道，醫病趕鬼，可以睇下佢又醫病又趕鬼，講道，又會講道，還能提供財物，仲可以提供財物。這樣人不做王誰做呀？咁嘅人啊，唔做王邊個做啊？其實耶穌在這裡面臨他的人生最大考驗。喺度耶穌咧就面臨佢人生最大嘅考驗啦。提5000男子，聖經裏邊點解提話5000個男人咧？沒有提2萬人，冇提2萬人咧？其實很簡單，其實好簡單5000人都可以打仗，5000人都可以打仗喎。成年男子，成年男子。如果耶穌一答應，如果耶穌一應承，馬上有5000精兵，馬上有5000兵咯喎。忠心耿耿嘅精兵，忠心耿耿嘅精兵啊！所以大家要強逼他做王。所以大家要強迫佢做王，因為他們看到他所行的神蹟。因為大家睇到佢所行嘅神蹟。就像文燕姊妹說的，就好似文燕姐妹講嘅，佢係神，就是那個先知，就係嗰個先知。口中那個先知。摩西口中所講嘅先知。我們看到新約聖經裡頭，我哋睇到新約聖經裏邊，只要說到那真是那先知，只要講到話真係嗰個先知，就是摩西口中以後要來的先知，就係摩西口中講嘅以後要嚟嗰個先知，能夠行大神蹟嘅。耶穌知道眾人要來強逼他做王。耶穌知道眾人要嚟強迫佢做王。耶穌在曠野受試探的時候，耶穌喺曠野受試探嘅時候，撒旦就對他說：撒旦就對佢講：你只要拜我，萬國榮耀都是你的，萬國嘅榮耀都係你嘅，不是光以色列的王，唔係單純係你以色列嘅王，更不是以色列其中5000人的王，更唔係以色列其中5000人嘅王。耶穌都說撒旦退下，耶穌都講話撒旦退去。來自魔鬼的試探。呢嗰個係嚟自於魔鬼嘅試探。坦率說，人的意志也是試探。坦白講，人嘅意志亦都係試探。所有人要擁立他做王。所有人要擁立佢做王啦。說是強逼他做王。講嘅係強迫佢做王。用一種很暴力的手段。用啲好暴力嘅手段，要將佢留落嚟。一定你要做王的。你一定要嚟做王嘅。到今天的世界。到今日嘅世界。我就想過這個問題。我就諗過呢個問題嘅。就是你不讓他做王，人還要做王。啊！你唔俾佢做王啊，個人都要去做王咧。現在有多少人世界上的這個王？你諗下世界上有幾多人啊？世界上嗰啲王打死他都不退下來，打死佢都唔肯退啊！然後為了不退位，為咗唔退位，用盡了陰謀手段，用盡咗陰謀手段，殺這個殺那個，殺呢個殺嗰個。然後昨天晚上我這個來了一個朋友，琴日晚頭咧，我嚟咗個朋友，還談到國內那些領袖。又都講過國內嘅領袖，就是我堅決不退位，就係我堅決唔退位，當王當到死，要做王做到死。其實世人都是這種要求，其實世人都係咁諗啫。做王嘛，要做王啊嘛，做富翁嘛，做富翁喎。耶穌唾手可得，耶穌隨手所得，他只要答應就行了，佢應承就得啦，不用爭取啊。都唔使爭嘅。這麼多人要強逼他做王，咁多人要逼住佢做王咧，他就順便就做了就好。順手就做咗個王咪得咯。我們看看耶穌怎麼做。我哋睇下耶穌點樣做。退到山上，退到山上，獨自一人的禱告，獨自一人嘅禱告。當眾人要求他做王的時候，當眾人要求佢做王嘅時候，喺平原上發生嘅事情。他離開眾人上山，佢離開眾人上山，就獨自一人禱告，就獨自一人禱告。在聖經中，我們經常看到喺聖經裏邊，我經常睇到耶穌獨自一人禱告。耶穌獨自一人禱告，退到山上。退到山上。為什麼退到山上？點解退到山上啊？遠離眾人。遠離眾人。大家會注意，我們今年教會。大家注意我哋今年嘅教會。敬拜之前。敬拜之前。敬拜之後。同埋敬拜之後。首尾嘅時候都有默想嘅音樂。就係首尾嘅時候都有默想嘅音樂。這個時段就是盼望你獨自一人。喺呢個時段就係盼望你獨自一人面對神。面對神。耶穌獨自到山上禱告。耶穌獨自去山上禱告。跟天父面對面。同天父面對面。直接就跟神來交流。
直接就同神喺度交流。耶穌每當遇到重大的事情，耶穌每次遇到重大嘅事情，都是退到山上禱告，都係退到山上禱告。今天的人，但係我哋今日嘅人，都不要說退到山上禱告，都冇講話退到山上禱告。生活中5分鐘安靜已經變成一個奢侈品。生活裏邊啊，可以安靜5分鐘啊，都變成奢侈品啦。所以特意在我們敬拜環節之中，所以特意喺我哋敬拜嘅環節當中，正好15分鐘，前後啱啱好15分鐘，操練大家能夠安靜下來，就係操練大家可以安靜落嚟。我們是效仿基督的，我哋係效仿基督嘅。耶穌碰到重大事情都是獨自一人面對神。耶穌碰到重大事情都係獨自一人面對神，去跟天父禱告，同天父禱告。盼望大家都學會這功課啊！盼望大家都學會呢個功課，然後都學會一個安靜的時間。都學會一個安靜嘅時但我們間。這安靜時間跟冥想不太一樣，我哋呢個安靜時間同冥想唔一樣嘅跟話瑜，伽也不太一樣。同瑜伽亦都唔一樣嘅。我們這段時間是跟神單獨在一起。我哋呢段時間係同神單獨喺一齊。然後我們討論過，就是其他宗教和我們基督教信仰同樣是默想。我哋討論過，其實宗教同基督嘅信仰同樣係默想。其實在聖經裡，默想跟冥想是一個詞的。其實喺聖經裏面，默想同冥想係同一個詞嚟嘅。其實試探跟試煉也是一個詞。試探同試煉亦都係同一個詞。那麼這一個詞的時候，但是它所講的內容是不一樣的。嗱，同一個詞，但係所諗嘅內容係唔一樣嘅。方法而已。啊，就方法唔一樣。其他的宗教，這種默想是為了讓自己得大智慧。其他宗教咧，呢個默想係希望自己得到大智慧。我開悟了，我可以開悟啦。我明白天地之真理。我可以明白天地嘅真理啦。基督徒的默想，基督徒嘅默想不是這個目的。唔係呢個目的，是讓你越來越像神，係讓你越嚟越似神啊！讓你分享神的聖潔，讓你分享神嘅聖潔。這個是本質的不同。呢個係本質嘅不同，一個是自己提升，一個係自己提升，一個是降卑下來，一個係降卑落嚟，讓神在自己身上做工，讓神喺自己身上做工。所以這是一個本質的區別。所以呢個係本質嘅區別。所以當耶穌獨自一人上山禱告，所以當耶穌獨自一人上山禱告嘅時候，他是求告神的，佢係求告神嘅。包括他揀選12個門徒的時候，都是經過長時間禱告。啊，包括佢揀選12個門徒，都係經過長時間禱告嘅。他在上山，佢喺上山，他的門徒在做什麼呢？門徒喺度做咩呢？他的門徒在下海。佢嘅門徒去落海，看看在一個平原上，睇一個平原之上，耶穌上山了。耶穌上山啦。我就想，可能他的門徒都沒看見他上山。可能諗下門徒可能睇唔到佢上山喎。當時太高興了。當時太高興啦嘛。你想想，耶穌剛行這麼一大神蹟，諗下耶穌啱啱行到咁大神蹟，眾人都要擁立耶穌做王啦。眾人都要擁立耶穌做王啦。佢個門徒有幾咁光榮啊？估計是被眾人圍住，可能俾眾人圍住嚟收靚啦。耶穌上山，他們都沒看見。啊，耶穌上山都冇睇到。他門徒到哪去了？門徒去到邊度啦？下海去了。落海度啊！耶穌在山上。耶穌喺山上邊。跑海裡去。門徒跑落海度，去到海邊啦。就是你想想，這個經文很簡單。你諗下經文好簡單。但是你要回到那個情景當中啊。但係如果你回到嗰個情景裏邊咧，你就覺得不簡單啦。你就覺得唔簡單啦。說是耶穌的門徒。講話係耶穌嘅門徒。耶穌去哪了，他都不知道。耶穌去到邊度，佢哋都唔知道。耶穌上山了。明唔明耶穌上咗山啦？他上海邊去找去。佢哋落咗海邊去揾啦。就下到海邊去了。門徒就落去海邊啦。我們今天是不是太像很多我們的基督徒？而家係咪好似我哋而家嘅好多基督徒？耶穌在哪兒根本不知道。耶穌喺邊度根本唔知道。憑自己的心意去找。憑住自己嘅心意去揾。耶穌明明在山上。耶穌明明喺山上。海裡去找。我哋要去海裏邊揾。其實你一看這個經文，真的是很，我覺得描寫特別深刻那種感覺。我覺得真係經文描寫得特別深刻啊！而且一等就天黑了。一等就等到天黑啦。耶穌還沒有到他們那。耶穌仲未到佢哋嗰度嚟。這不可能在他們那邊。唔可能喺佢哋嗰度。他沒在海邊嘛。佢都冇喺海邊嘅。他在山上啊。佢山上嚟。然後門徒跑海邊去等去。啊！門徒去海邊去等。然後門徒就想，是不是耶穌到了對面去了？門徒就諗係咪耶穌已經去咗對面啦？做這個決定。唔知點解要做呢個決定嘅？決定上船去迦百農去。決定上船去迦百農嗰度去。我們看呢個地圖啊，
我哋睇個地圖，橫穿加利利海，就係要橫穿加利利海。大概有要我們國內說那個里，如果講國內嘅里數咧，聖經裡那個里，聖經嗰個里數咧，是將近20多里，30里地。大概就係20里到30里嘅，20幾30里。狂風大作。咁然之後就狂風大作啦，海就翻騰起來。海就翻騰起嚟。但是耶穌的門徒啊，耶穌嘅門徒咧，大多是漁夫，大部分都係漁夫嚟嘅喎，所以他們經驗很豐富，所以佢經驗好豐富嘅。他們就搖橹逆風而行，佢哋搖橹啦，逆風而行，行了10里多路，行咗10里多路，就是把這個橫渡這個加利利海走到中間位置，就橫渡加利利海行到中間啦。狂風大作，海就翻騰。狂風大作，海就翻騰。其實，在中東地區，這典型的地中海的那種氣候。喺中東地區呢個典型嘅地中海氣候。可能上一分鐘還晴空萬里，可能上一分鐘都係晴空萬里嘅，下一分就狂風大作，下一分鐘就狂風大作。所以門徒就頂風行了10多里路。所以門徒就頂風行咗10幾里路。我們這裡前一陣來的航海家夫妻，大家都還記得啊？上段時間我哋教會嚟到嗰對航海家嘅夫妻，大家仲記得嘛？我去跟他們聊天還蠻多的。我去同佢哋傾偈仲幾多嘅。原來我想大海航行真的是一個很浪漫。我哋原先想象大海航行喎，一定好浪漫啦。一望無際大海之上，仰望星空，獨自一人，好浪漫喎。他們要跟我說，佢哋同我講，航海日記給我看，仲要攞咗啲航海日記俾我睇。大浪打來，一個大浪打嚟，所有東西全掉地，所有嘢全部跌晒喺地度。什麼鍋碗瓢盆米麵全灑地。真係啊！沙煲冷餐米麵全部掟晒喺地度。然後那個摩根這個姊妹說，個摩根嘅姊妹就講啦，差點把胃都吐出來。差啲連個胃都嘔埋出嚟啊！那風浪太大了，風浪太大啦。那個老公也跟我說，佢老公就同我講，這到海中間，萬一船出故障了，去到海中間，萬一船出咗故障，求救都沒地兒，連求救都冇地方啊！而且求救也來不及，而且求救都嚟唔切，所以那個必須練就一身功夫，所以必須練就一身功夫，各樣器件，準備各樣嘅器材。海中間可以修這個船，停喺海中間仲可以修船嘅要。所以你看，他開一段時間，開了1個月不到，在這修船要修半年。所以佢開咗1個月唔夠，停喺外面修船就修咗半年。大概過2星期，他還得回來。可能過2個星期仲要翻嚟。因為他到了180天，在美國修船時間夠了。因為佢到咗180日喺美國修船個時間修夠咗啦。他必須離境。佢必須離境。但是船還在這兒呢。但係船仲停住喺度未開走啊！都仲要翻嚟繼續試佢修嗰啲修船。佢維修仲同我發過視頻。我淨係去到教會嗰時，嗰套衫係乾淨嘅。所有衣服都是有污。所有嘅衫褲都係油漬。他要鑽點修船嘛。因為佢鑽喺船底度修船啊嘛。這個看到海上風浪，所以睇到海上嘅風浪，其實他就知道航海嘅痛苦。所以就知道航海嘅痛苦。然後我想，這些門徒走到了海中間。我諗下呢啲門徒行到海中間，狂風大作，狂風大作，海浪翻騰。他們看見有一個人影走在水面上。佢哋睇見遠遠一個人影行喺水面上喎。他們就害怕。佢哋就害怕。能不害怕嗎？想唔驚都幾難啦。走在海中間啊！你行喺海中間喎。說在岸邊。唔係喺岸邊喎。走在水中間、海中間，突然，這個翻騰海浪上面站着一個人。行到海中間，喺翻騰海浪邊企住個人。看見耶穌基督在海面上行走。睇見耶穌基督喺海面上行走。看見這一個人。睇見呢個人。我們這段經文沒寫。我哋呢段經文冇寫。就寫他們害怕。就寫佢哋害怕。平行的經文寫到。平行嘅經文寫到。他們以為是鬼怪。佢哋以為係鬼怪啊！其實我要想，我們見了也覺得是見鬼。其實諗下，我哋自己見到都以為撞鬼啦。突然一個人在上面走。行喺海中間，突然間有個人企喺海面上走。我們想這是神仙哈。有可能會諗話啲神仙喎。浪漫點就神仙嘛。想浪漫啲嘅神仙，白仙過海。不管怎麼說，唔理點講。海面上行走，走進了船。海面行走，行到到船啦。這個人影還離自己越來越近。呢個人影仲離自己越嚟越近啦。遠處可能是幻影。遠處可能就幻影。近處不可能幻影啦。行到近先到嚟咧，就唔係幻影啦。
佢哋就驚啦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是我，不要怕。耶穌就對佢哋講話：係我，唔使驚。這是一個核心經文。呢個係一個核心嘅經文。他們就歡喜迎接耶穌上船。佢哋就歡喜迎接耶穌上船啦。他們一直找耶穌找不到。佢哋一直都揾耶穌揾唔到。卻是在風浪最大的海中央看到耶穌。卻喺海浪最大嘅海中央睇到耶穌。平行經文也說。平行經文亦都講。他真是神的兒子。佢真係神嘅兒子啊！可以行走在風浪之上。可以行走喺風浪之上。然後還有寫彼得的。仲有寫彼得嘅。彼得說：主啊。佢彼得話：主啊。我也像你這樣走，行嗎？我都想學你咁樣行啊，得唔得啊？耶穌，你走過來吧。耶穌就話：你行過嚟啦。耶穌真的膽大。啊，即係彼得真係夠膽大啊！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動不動批評，哎，耶穌3次不認主。係，彼得3次唔認主。你想想，就是說你在那個曠野之下，你還敢相信嗎？啊，你諗喺一個曠野裏邊，你仲敢相信嗎？在海浪之上。喺海浪之上。耶穌說：你可以過來。耶穌話：你可以過嚟。這彼得真的膽大包天。啊，彼得膽大包天。他真的就走到海裏去。佢真係行到海裏邊啦。走前幾步挺好的。誒，開始行嗰時幾好嘅。他突然看風浪大。突然間睇到風浪真係大喎。害怕就沉下去。一驚個人就向下沉啦。耶穌就給拉起來。耶穌就將佢拉起上嚟啦。說了一句：你們這小信的人啊。然之後就講一句：你呢啲小信嘅人啊。然後彼得當時有個最短的禱告。彼得當時有個最短嘅禱告。4個字。4個字。記得嗎？仲記唔記得教啊？主啊，救我！主啊，救我！所以說，當我們遇到人生困境嘅時候，所以當我哋遇到人生困境嘅時候，4個字就夠。禱告4個字就夠啦嘛。實在來不及就寫救我就行。啊，實在嚟唔切嘅話，嗌話救我都得啦。因為神知道你是在呼求他嘛。因為神知道你喺度呼求佢嘛。就是這些門徒看到這樣一個神蹟，呢啲門徒睇到咁樣嘅神蹟，迎接耶穌上船，就迎接耶穌上船。又一個神蹟發生了。有一個神蹟發生啦。他們辛辛苦苦走到一半。佢哋辛辛苦苦行到一半。等耶穌上船以後。等耶穌上船之後。立時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。立即就到咗佢哋想要去嘅地方啦。就是前半節。就前半節咧。這些人拼命搖櫓。呢啲人咧出力咁樣搏命撐船。用盡自己嘅能力去做。漁夫有專業知識。都係漁夫有專業知識。走到了一半。行到咗一半。迎接耶穌以後。迎接咗耶穌之後。到了所要的地方。就立時就去到咗所要去到嘅地方啦。我們人生也是這樣。我哋人生都係咁樣啫。前半節自己努力。前半節自己喺度努力。千萬不要想，哎，主啊，我啥都不做，你全來給我做。千祈唔好諗喎，我咩都唔做啦，等主你嚟啦。他們已經盡到自己最大努力了。佢哋已經盡咗佢哋最大努力啦。剩下交給神。剩低嘅就交俾神啦。神上了船，什麼都好辦。神上咗船，乜都好辦。其實講到我們教會，我也有這種感觸。諗到我哋教會，我都有咁嘅感觸嘅。有很多人會看到啊，我們教會很小。好多人睇到我哋教會好細啊。奉獻也很少。奉獻亦都好少。哎呀，怎麼生存啊？點生存啊？其實我來的時候，真的跟神說。其實我嚟嗰時候，我真係同神講。我們盡自己最大努力。我哋盡自己最大嘅努力。就像門徒搖櫓一樣。就好似門徒喺度撐船咁樣樣。剩下交給神。剩低嘅交俾神。唔好發愁。唔好喺度死得擔心啦。教會本質是誰啊？個教會嘅本質係咩啊？是神的家。係神嘅屋企嘛。我們不過是僕人而已。我哋不過係僕人啫嘛。神的家不會缺糧。神嘅家唔會缺糧。也不會缺打工的。亦都唔會缺打工嘅。所以我們努力做。所以我哋努力去做。剩下交給神吧。剩低嘅交俾神啦。其實你說咱們教會，我來了這個1年半了。啊，其實我哋教會我嚟咗1年半啦。坦率說，我一天都沒發過愁。坦白講，我一日都未曾憂愁過。就是我相信你看到，其實我是蠻努力做的。啊，大家都睇到啦，其實我好努力去做嘅。但是我真的一天愁都沒發過。但係我真係一天都冇愁過喎。我就想神，你既在哪？啊，我喺度諗，神你既然喺嗰度。神說立就立。神話立就立。說破就破。神話破就破。他要破的時候你也保不住。神話要破嘅時候你都保唔住。他要立的時候你也攔不住。佢話要立嘅時候你都攔唔住。所以盼望我們眾同工啊。所以盼望我哋眾同工。抱這個心態。都抱住咁嘅心態。盡我們的努力。盡我哋嘅努力。剩下交給神。剩低嘅交俾神。神都說了，不要為明天憂慮。
神都講啦嘛，唔好為明天憂慮。所以前一半路是門徒走的，所以前一半路係門徒行嘅，後一半路是神帶來的。後一半路係神帶住嘅。我們看看今天這一段經文給我們的一個，就是一個總結吧。我哋睇下今日呢段經文俾我哋嘅總結。開始在山上邊一個平原地區，開始喺山上面一個平原地區，有了5餅2魚神蹟，有咗5餅2魚嘅神蹟。他們要強逼耶穌做王，佢哋要強迫耶穌做王。其實想一想也是，他們還是不認識。諗諗，其實佢哋都係唔認神啫。耶穌本是萬王之王，耶穌本係萬王之王，天上嘅王。然後這5000人就想把他拉住當我們的王。咁呢5000人咧就想將佢拉住做我哋5000人嘅王。他在高天之上，宇宙都是他創造。佢喺高天之上，宇宙都係佢創造嘅。然後他們要把耶穌留做王。但係呢班人就只想耶穌做佢哋自己嘅王。坦率說，我覺得從人角度想，一點問題都沒有。坦白講，從人嘅角度嚟講，一啲問題都冇喎。他們還沒有認清耶穌到底是誰。只係佢哋仲未認清耶穌到底係邊個。只是想他是我們的那個先知。只係諗住耶穌係我哋嗰位先知。他不是整個宇宙的主。佢唔係整個宇宙嘅主。所以他們要強逼他做王。所以佢哋要強迫佢做王。耶穌這個時候。耶穌呢個時候。面對着也是一個大的試探。面對嘅嘢都係大嘅試探。他獨自一人。佢獨自一人。上到山上。去到山上。求問天父的心意。求問天父嘅心意。這是普通百姓跟耶穌。呢個係普通百姓同耶穌。還有門徒。仲有門徒。下到海邊。落到海邊。進入風浪之中。進入風浪之中。非常努力的做工。佢哋好努力，好努力咁做工。也是怕碰見各種事情。都係碰見咗各樣嘅事情。所以大家來這段經文你要記憶的時候。所以嚟到呢段經文，大家要記住嘅時候。3個場景。平原上邊開開心心有吃有喝。平原上邊開開心心有飲有食。山上獨自一人。山上面獨自一人。海裏邊狂風大浪。海裏邊狂風大浪。耶穌在這種情況下說。耶穌喺呢個情況度邊講。是我不要怕。係我唔好怕。我們的人生有沒有這種感受？我哋人生有冇咁樣嘅感受啊？你的人生也許碰着各種的苦難。你人生或者碰到咗各樣嘅苦難。也許是經濟上的。或者係經濟上嘅。也許你內心經歷嘅煎熬。或者係內心經歷嘅煎熬。也可能靈性的枯竭。有可能靈性上嘅枯竭。回到耶穌這裡來。翻到嚟耶穌呢度。耶穌會對你說。耶穌會對你講。是我不要怕。係我唔使驚。尤其呢個是我。尤其係呢個係我啊！在摩西出埃及之前。喺摩西出埃及之前。他在呢個放羊嘅時候。佢放羊嘅時候。也看到一個大嘅異象。亦睇到一個大嘅異象。他看到平地上荊棘着了一個大的火。佢都喺平上咧荊棘燒起上嚟大火。他就看熱鬧跑過去。佢就睇熱鬧走過去。然後呢，他就看呢火怎麼回事。佢就想睇下呢個火到底咩事。火卻沒有把荊棘燒滅。好大火，但係卻冇燒着嘅荊棘。佢就聽嘅聲音同佢講：除低你對鞋。因為呢度係聖地，你唔可以隨便踐踏嘅。然之後神就呼叫佢。然後說呼召他要到埃及去找他的同族人。嗌佢去埃及揾佢同族。然後讓他帶領百姓出埃及。嗌佢帶領百姓出埃及。然後摩西就問了一句話。摩西就問一句説話。如果佢哋問我，你是誰呀？你係邊水啊？誰派我去的呀？係邊個派我去嘅咧？當時神說了一句話。當時神講咗個説話。我是，就我是。我係就係我係。I am who I am。I am who I am。就我就是我。我就係我。我們用世界上任何一個東西形容神都是錯的。我哋用世界上任何一樣嘢形容神都係錯嘅。你說這是宇宙。你講啦，呢個係宇宙。宇宙是神嗎？宇宙係神咩？是神。宇宙唔係神。你說神就是愛。你話神就係愛咩？是神嗎？係神咩？只是它一小點而已。只係神嘅一小點而已。所以任何事物來形容神都不足以形容。所以任何事物嚟形容神都不足以形容在神。我是就是我是。所以神話我係就係我係。不需要用其他的來形容。
唔需要用其他嚟到形容。所以以色列人裏頭就是 I am who I am。所以以色列人裏邊就係講話係 I am who I 希 am。臘文叫 I go I be。喺希臘文裏邊講 I go I be。就是這位自有永有的人說的話，自有永有的神說的。呢個就係自有永有嘅神講嘅。他不需要任何證明。佢唔需要任何證明。耶穌在說。耶穌喺度講。同樣用的是我。同樣係各用嘅係我。也是 I go I be。亦都係 I go I be。當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，當呢句説話講出嚟嘅時候，為什麼門徒說你真的是神的兒子？點解門徒講話你真係神嘅兒子呢？當耶穌說是我的時候，當耶穌講話係我嘅時候，用神的口吻在說話，因為佢係用神嘅口吻喺度講話。他的門徒面臨一個抉擇。佢哋門徒面對住一個抉擇，承認他是神，承認佢係神，要不然這個就是褻瀆神的。如果唔係呢個就係褻瀆神嘅。你不是神冒充神，你唔係神冒充神，就是褻瀆神，就係褻瀆神。那是在以色列的傳統要被石頭砸死的。喺以色列嘅傳統裏邊係要俾石頭打死嘅。為什麼我們看聖經中好多經文？點解睇聖經裏面好多經文？以色列人拿石頭打耶穌。以色列人要用石頭打耶穌。這是他們的律法。因為呢個係佢哋嘅律法。褻瀆神的人必須用石頭打死。褻瀆神嘅必須要用石頭打死。包括現在今天的這些一些回教的地方，就即使係今日一啲回教嘅地方，還保留着石刑，仲保留住石刑，把人處死，用石頭嚟將人處死嘅。舊約和我們讀舊約是一樣的。因為佢哋嘅舊約同我哋讀嘅舊約係一樣嘅。所以耶穌在水上，所以耶穌喺水上，喺海上，對門徒說是我，對門徒講話係我。那神在荊棘火焰中對摩西說是我。神喺荊棘火焰裏邊對摩西講話係我。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。呢個係非常強烈嘅對比。當我們知道摩西的時候，當我哋知道摩西嘅時候，看到耶穌，我哋再睇到耶穌，就知道耶穌他就是神，就知道耶穌佢就係神。這麼一段平在海浪上行走這樣的神蹟以後，佢喺海浪上行走嘅神蹟之後，顯明了他是神，顯明咗佢係神。他是用神的口吻說是我。佢係用神嘅口吻講話係我。我們現在查約翰福音，我哋而家查約翰福音，其中有7個我是。其中有7個我是，全是用神的口吻來說我是。全部係用神嘅口吻講話我是。道路、生命、真理。我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是世界的光。我係世界嘅光。我是天上的糧。我係天上嘅糧。一切我是都是用神的口吻來說。呢一切嘅我是都係用神嘅口吻喺度講嘅。所以這些門徒說你真是神的兒子。所以呢啲門徒講話你真係神嘅兒子。那我們呢？咁我哋呢？我們真的說耶穌是神嗎？我哋真喺度講耶穌係神咩？你把它當作天上的神嗎？你將佢當成係天上嘅神咩？我們看一看。我哋睇一下。這樣一幅圖案。咁樣一個圖片。有時候我在準備這講章時候。我喺度準備呢張講章嘅時候。我就看這圖案，我就有感慨。睇到呢個圖案，我就有感慨。經常說我們人生有風浪。我哋經常講話，我哋人生有風浪。風浪中尋求的是耶穌基督。喺風浪裏邊尋求嘅係耶穌基督。我們看到耶穌的時候，我哋睇到耶穌嘅時候，可能是害怕，可能係驚。但耶穌今天就對我們每一個人的靈魂在說話。但係耶穌今日就對住我哋每個人嘅靈魂喺度講話。是我不要怕。係我唔使驚。都不用怕。有咗我乜嘢都唔使驚。門徒就喜歡地接他上船。門徒就歡喜咁喜歡咁接佢上船。那我們的人生風雨中呢？咁我哋人生嘅風雨裏邊咧？你碰到耶穌了嗎？你遇到咗耶穌啦嘛？耶穌對你說不要怕。耶穌對你講話唔好怕。是我。係我。你願意把耶穌接上你的人生之船嗎？你願意將耶穌接上你嘅人生之船嗎？無論你係唔係基督徒，這都是你需要思考的問題。呢個都係你需要思考嘅問題。要不要把神接到你的人生之船上？你願唔願意將神接到你人生嘅船上邊呢？好，我們一起來禱告。我哋一齊嚟禱告。上帝，我們的父。上帝，我哋嘅父。人生中有風有雨。人生中有風有雨。也有陽光。亦都有陽光。神，但我們知道。但神帶我哋知道。無論是天上地下。無論係天上地下，都是你所創造，
都係你所創造嘅。你在高天上坐着為王，你喺高天之上坐着為王，你也願意憐恤我們，你亦都願意憐憫我哋，你願意降卑來到這個世界之上，你願意降卑嚟到呢個世界之上，聽得懂語言在說，用我哋聽得懂嘅語言喺度講，不要怕，唔好驚。願我們所有弟兄姊妹慕道朋友，願我哋所有弟兄姊妹慕道嘅朋友，面對人生風雨，面對住人生嘅風雨，我們可以跟隨主，我哋可以跟隨主，把主耶穌基督接到我們人生的船上，將耶穌基督接到嚟我哋人生嘅船上邊，在世界上的每一天，走過我哋喺世界上嘅每一天，到永恆，直到永恆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。阿門。